大家好，我是苏先生。今晡教大家做运动，跟下来做哦。今晡教的运动请很好的运动，好，运用我们这个辅具健走杖，好，做一些运动，好。你只要拿着走路，这个身体就马上挺胸，好，很好用。拿着走路哦。第二个，拿着走路可以强化我们这个肌耐力的训练，好，延缓关节的磨损，好，所以平时就要拿着走，好，老师每天都拿着走。你看老师，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了啊，都很年轻啊，可是我有这个观念很重要，趁年轻早点存老本，早一点使用辅具。什么是辅具？你手不舒服就要戴护手，膝盖不舒服就要戴护膝啊，好，就是身体要早点使用辅具，好，来延缓它的退化的速度，好。可是跟搞大家用帮你喊路啦，拿着辅具，你可以拿竹棍、健走杖都可以走，好。走路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走路像喊路差不多，走路的姿势一模一样，好，就是你的左手推出去，右脚就伸，就微弯，好，手不要打那么直啊。好，手有伸直就好啊，手肘微弯，手这样弯一点点，啊，膝盖微弯，就走两，就这样走，好，右手左脚，左手右脚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老师再示范一次啊，右手，你的右手推出去，左脚推出去，好，就这样走，就跟走路一样，好，慢慢走。如果你是自己是衰弱的哈，就是走路都很累，头会晕，那怎么走？用起拐棍送出去。喊路，两只一起走，就很稳定啊。那用竹子帮你走路，代替你的身体这个负担啊。所以这个一定要趁年轻赶快来使用啊。走一步路这样走，哦，两只竹子一起往前推，就会让你减轻你的下半身的负担。很多膝盖痛、髋关节痛拿着走，那个疼痛指数就降低一半了，因为它是靠竹子帮你走路，差很多啊。可是会爽口咯。你不会搞体展运动腰背的伸拉，好，腰背的伸拉哈。像老师这个竹子上面写的字很重要，活在当下，正念行走。啊，这个郭医师啊，他的创办人，这个是他的教的运动，赋能运动，不倒翁学校啊，教我活在当下，正念行走，什么事情都要往好的地方想，好的事情，好的。思维很重要，我记得可是时间给不搞腰背伸拉，腰跟背的拉筋把这个脊椎一节一节慢慢的拉开来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脊椎压迫了，压迫到神经，产生酸麻痛不舒服。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帮你拉筋自己做就可以了，你用竹子拉筋，用健走杖拉筋都可以，就是要慢一点，小心一点哦。可是时间所谓打车，手打直，手伸到最直，都对嘛？可是慢慢来啦慢慢来，手打车，手往前推，手送出去，屁股往后翘，膝盖不要弯咯，手打直，手再伸直，跟跳，肩膀往下压下去，手再往前推，吐气，把你的这些脊椎都拉开了，腰啊。膝盖后面肩膀都拉直了，好，慢慢来，就那抬起来，头抬起来吸气，做5次哦，好，慢慢来，头会晕就坐着休息啦，好，如果不舒服就坐着，没有的话就跟着老师做哦，跟他来做，手送出去，手往前推，屁股往后翘，慢慢往后翘，手打车再往前推一点，有感觉到肩膀酸酸的就停个5秒，吐气。3、4、5，好，慢慢就那，抬高，头回正，对不对嘛？第3次第3拜手会送出去，手往前推出去，好，眼睛看母足空听了下，好，回正，好，头抬起来，母足空调前，对对嘛？就是拐棍握紧。握紧，送出去，推出去，慢慢推，慢慢来，慢慢走，送出去，母足空听来手再往前推，跟跳会
手会酸一点点，头抬起来吸气，多做几次比较好哈，加油哦！啊，慢慢来做，松出去，啊，水煮推到底，啊，肩膀往下压，手再往前推，啱啱哦，调到抬起来，空调前，母数空调前，吸气，好，再一次哦，送出去，推出去。头抬起来，吸气，好嘞哈。好的时候呢，脚先往前走2步，啊，怕你这个足趾收回来会头晕啊。啊，就是收的时候呢，都头抬起来，站好以后头不会晕，再往前走2步，好，记得哦，好，记得做。好，第2个运动叫扩胸松解了，我们扩我们这个胸口、胸腔的筋膜了，哈，胸口这个心肺这一块，把它打开来，啊。怎么做呢？手打勾了，啊，打开来成大字形，好，大字形，重点吗？好，慢慢来哦，好，扩胸吐气，好，回正，数重的，好，吸气，重点吗？好，手打勾了，嘴巴有点酸酸痛痛的，没关系啦，好，回正。慢慢来哦，扩胸松解，好，松解我们这个胸腔筋膜，好，收回来，好，再做3次哦，扩胸，嘴巴吐气，嘴打开来，好，数重了，吸气，好，再2次，听500，数打开来，扩胸，手肘往后扩胸，把我们胸腔筋膜拉开。数重来，慢慢做啦，慢慢来哈。哦，数打口来啊，1、3、4、5，哦，数重来，收回来的时候，棍慢慢的拖回来，哎，这个棍呢，记得哈，重点卡拿什么你知道吗？拿雨伞做哦，千万不要拿雨伞做，那个太矮了。我们这个身高的高度要在不用油过的地方，腰的位置哦。哦，那个雨伞啊，太低了哦，那个的驼背腰都会弯下来哦，中得哦，有过翻腿哦，这点吗？好，2棍哦，棍的地方会125公分高了，好，125，好，就是到你的腰的位置，好，记得哈。好，第3种运动会弓步穿刺啊，这个是结合经络武术的运动哦，好，我们开始练习哈，做数的棍呢，松到金属2片。好，记得啊，好嘛，好，数棍呢，2只手拿起来，好，金脚跨步往前跨1步，好，这样跨出去，好，后面的手会不会数哦？送出去，推出去的时候，点腿拉回来，把那个粘连给拉开，后面的手往前带推出去，好，再收回来，有吗？慢慢来啊，老师，慢慢来，送。后背数送出去，哎，数重来，好，推出去吐气，回来吸气，过来哦，送出去，记得哦，你给我后脚跟要踩稳哦，前弓后肩站好，好，身体要保持正直，送出去，数重的，好，再一次推出去，哎，数重的，好，送出去。数重的时间哈，金脚数重，我们走脚哈，走脚送出去，好，啊这个棍哈推出去的时候，送出去做点拱发拱，撒，好那个带这个声音喊出来哦，精神抖擞，记得哦，撒，哦数重了，啊撒，哦轻后哦，声音喊大声一点。把这个结合动作武术哈，好吸气，推出去就喊出来，好撒，好数重的，多点嘛，好多点哈，给我后背给我打车，好前脚要膝盖要弯，好弯一了，好送出去，
数中了。老师我们再练习一回合，好，煞，数中了，好，送出一煞，数中了，好，煞，好，今后过来哈，煞，哦，数中了，哦，做好的时间哈，前面搞的三炸运动哈，今后，好，最后要教一个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超慢跑哦，超级慢跑就超慢跑，还有就是用这个棍子跑，棍跑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跑的时候都会驼背嘛，因为没有东西拿着，都边跑就边驼背，啊，你手都没有摆动，好，都是这样子而已，好，越跑越低头，空气动影哦，去走去喊路哈，越走路走一走，越走越低头，好，就是没有辅具支撑嘛，好，最好能够带去走路哈，好，走路。超慢跑怎么跑呢？好，老师教你们一次哦。啊，棍呢在脚尖前20公分。好，等一下动的时候，膝盖弯起来，手要挺同，啊，背脑要挺同，背要摆动，哦，摆动哦，肩膀要摆动，膝盖要微弯，啊，脚尖不用抬起来啦。好，我们只要全身有动哈，最好的运动就是这个。散步运动嘛，啊，但是要有点喘，所以我们超慢跑，如果可以做到20分钟是动后了，好，跑到有点喘就可以休息了。我们试试看，预备起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，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肩关节不会动，耸出去，竖重的，耸出去，竖重的，这个膝盖弯起来，好，弯起来，记得吗？弯起来，弯起来，好，再超慢跑，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还可以唱歌呢，好啊，看你要听歌还是自己唱歌都可以，好，这样超慢跑的运动，结合时下最流行的运动搞太搞，好，今天上课好搞鸦片啊，老师上课，好，这个就是教大家3个运动，好，今天回去要好好练习哦，好，太搞做得清好，等下要喝水，下困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先生。今日要教大家做运动，大家跟下来做。我今日教的运动是易筋经，少林易筋经，好，就是千年流传的易筋经啊，少林寺的达摩易筋经。好，老师都15年前开始哦，有去拜师啊，师承颜真老师。学这个功法哦，就改善我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问题啊，觉得很好，轻好。那有搞庆东营哦，几万啥，好几万人哦，就是练这个气功运动哦，经络运动哦。那开始的时候呢，哇，大家要记得哦，那怎么呼吸很重要哦，呼吸啊，调息，好，站姿要站好啊，给我打口了，好我们这个经络运动哈，就是练习时脚要手给我打口了。好，两肩条偏发，好，吸气，好，太脚比较狠，大腿夹紧，一吸，再吸，好，体肛门，好，头顶紧，好，头顶百会穴，好，吸气哦，百会在这个头顶，好，头顶这个位置顶紧，好，不是叫你跳哪空单高，顶紧就好，好，肩条，肩膀不用下来。准备就开始吐气，嘴巴打开，全身放松，手松，手不用松，肩条不用松，腰骨松开来，脚趾头也要松开哦。好，就再一次吸气，鼻子吸气，太脚比较狠，大腿夹紧，啊，收小腹，头顶紧，还是吸气哦。肩膀、肩条不用下来，好，开始吐气，嘴巴打开吐气。全身松开，手松，肩松，腰骨松开，好，脚趾头松，脚趾头要松，就是气从脚底吸到头，从头吐到脚，好，这是练这个气功哈。因为我们太嘎哈，有30岁、有50岁、有70岁，空天师黑嘛，好，有太嘎做事做痛痛啊，做事做太累，年纪哈增加，就脑神经都会衰弱，我们要练气。练气功去强化我们的身心。第一个教的是我们来胸部的地方，肺经络，我们这个心肺的肺经哈，中府鱼门穴，
好，这边开始啊，慢慢走到我们的竖指弓，大拇指就从胸口走到外侧到我们的大拇指少三穴。好，等一下就跟着老师做哈。要记得哦，吸气就是夹、提、顶、好沉。好，记得吸气就4个口诀：夹，大腿夹紧，好提、顶，好这个头顶，最后就是沉，开始吐气哦。好，动作都要结合呼吸法啊。好，肺经络开始的时候，脚打开来，手脚打开来，手打开，手打开，吸气。手心空蛋糕，好，捂住空蛋糕，哦，手肩头，开始了，举高，头回正，就那并下来，吐气，背部哈，背往胸前，背向前扩，好，胸前，嘴巴吐，手这条慢慢并松，慢慢并下来。慢慢下来，气才会在这个手指再去做循环，要慢慢做才会感受得到哦。吸气，吐气，要记得啊，鼻子吸，打开，翻转未来，再吸气。哦，跳啊，并下来，嘴巴吐，背向前扩，背往胸前，背向前扩，吐，手心要相对，再吐，嘴巴吐。好，我们做一次，好，一吸，再吸，好，托高，拔高拉直，好，头捂住空调前，不用下来，吐，背往胸前向前扩，好，吐，抱一棵大树，好，再吐。好，我们这是脚打开来，嘛，脚要哈起来，要并脚，好，开步跟并步要做，都要做到好，好，并步夹紧啊，大腿要夹紧哦。好，吸气，手打开，好，翻转，好，那向上拉，好，跳拿，不用下来，空调前，手不用下来，吐，好，头顶紧，好，背向前扩。来吐，全身松开，好，再2次哦，吸气，手打开，吸，太高比夹起，大腿夹紧，好，捂住空，吸45度，眼睛看45度的地方，头抬起来，头回正就嘴巴吐，背向前扩，再吐，手慢慢变好了，慢慢变好了，好，这是我们的。心肺功能强化啊，像老师这个以前都过敏，过敏哈，就是要练这个肺的经络啊，要去强化我们的经络的运动，经络导引。啊，听一杂运动手阳明大肠经就是我们大肠的蠕动，蠕动。我们站姿站好啊，与肩同宽，好，沉下心哈，沉淀自己。我们注意力要摆在自己，放空，沉淀。慢慢来哦，金手将来哦，金手不用下来，好，做数不用上去，好，堆叠，好，跳起来，好，吸气，慢慢来啊，吸，啊，吸到胸部的地方，横扩，好，打开来，好，手臂要夹起，手臂要夹紧，好，手心要相对，这个手心啊，这个手心要对在一起，好，这是。第2个吸，好，第3个是吐，手打开来，向后背，送出去，好的，冬至啊，3只手指头，哈起来，好，要合起来，好，另外食指跟大拇指要伸开，慢慢送出去，嘴巴注意打开来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再放下来，我们的大肠经。再讲一次，好，堆叠，好，就叫做跳起来，好，鼻子吸气，吐气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一吸，夹，提，再吸，横扩，
好，做位动后哦，不用下了手，不用下手，别夹下夹紧，好，送出去，吐，好，松开放下来，好，并脚做一次哈，并脚，好，来，有时间哈，自家要做，有时间做500，我记得哦，有时间要做500，好，吸气，吸到胸口。在吸气的时候，头要过头，鬓角过头，好下沉，送出去，不用好了，好，最后一次，双手堆叠，好堆叠，好吸气，吸到胸口，再吸，骨头呢，要紧紧的两片，不用好。好，不用下来，夹下，好，手臂夹下，送出去。好，慢慢不用下来。这是我们的大肠的经络哈。好，第3站还有胃经，我们消化足阳明胃经。我们胃经就是脚趾头第2指头外侧走上来，走到脸，所以我们会有垫脚尖哈。右掌会抬起来，脚底要垫起来，好，这个脚跟要垫起来，脚跟要垫起来，好，动指哈，中指相对，好，跟腿不用下了，好，吸气，好，吸到胸口，抬到胸部的地方，往高来，手到蛋糕，送出去还是吸，好，五足空，蛋糕，好，脚尖垫起来，头顶紧，手不用下来，嘴巴吐气。再吐，啊，手不用太个比划不会，不用后，脚跟要正，好，来正脚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可以是哦，冬至将来，暑将来，啊，吸，我们足阳明胃经啊，消化的经络去给它强化，再吸，托天，把这个天托住，好，垫脚，脚跟垫起来，头抬，看前面，手不用下了。吐，正，好，并脚练2次哈，中指相对，好，中指，好，动指将啊，是不是？挺腿不用下了，沉肩坠肘，太给我比较狠，这个大腿夹紧，吸气，很好，好，慢慢来哦，再吸，空蛋糕，垫脚跟，好，头顶紧。放下来，吐，手不要下来，好，再吐，脚跟正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大家好轻哈，再做一次哦，大家体力很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哦，可是哦，吸，鼻子吸，好，消化，强化我们消化的胃经，再吸，托天，好，垫起来，好，空跳起来。手不用下来，吐，手不用下来，太个不用好，脚跟要正脚，好，做对吗？好，你不会搞好3掌运通，手太阴肺经就是我们心肺的功能啊，手打开，往上拉，好，手不用下来，就是我们肺经络，好，第2个是大肠经，哦，鼠降癌哦，堆叠吸气。加狠，送出去，嘴打开来，好，不用下来。第3掌运通，胃经，好，还是哦，吸，再撑天，托天，再吸，头顶紧，手不用下来，吐，再脚跟正，再吐气。好，颈部会搞太嘎，3掌运通，少林易筋经。啊，回去会好好练习哦，要加油哦，记得不？哦，大家做位请好，等下要喝水，喝困一下。